木村拓哉在电影《假面饭店》中首度和长泽雅美合作演出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饰演刑警，和挑战东野圭吾作品。为了宣传电影，扮成洗头小弟，代课老师，还男扮女装，让粉丝敬佩他卯足全力的敬业精神。电影《假面饭店》，你也不是饭店人员啊，现在你才是新田的搭档。如果明天有客人发生意外，我会辞职负责，我也会辞掉刑警木村拓哉在电影《假面饭店》一人分饰两角，从卧底刑警化身饭店服务生。电影《假面饭店》，客人不够尊敬，要说贵客才行。你不是刑警，外行不要插嘴。木村拓哉像这样把左右手合起来，放在肚脐前方，拍挺胸的话，看起来会很傲慢，所以像这样。出道30年，首度和长泽雅美合作，卡司还包括松隆子、前田敦子等巨星。电影改编东野圭吾的小说，在日本卖破355万册，刚出版就有许多电影公司抢着翻拍，耗时6年才让企划案正式启动。综艺节目《人间观察》做装饰，宋宁北哇，伪装成女性观众，骗到一堆现场来宾。木村拓哉这回为了宣传电影卯足全力，花1小时化妆、做指甲，大玩角色扮演。综艺节目《人间观察》，大家都不知道吗？那么答案就是这件大事 ，CC Girls 解散了。一下又搞笑扮成代课老师，还有装成洗头小弟、豪宅厨师等等，登上节目造势。即使已经贵为日剧男神，依然抛下偶像包袱，令粉丝赞叹天王的敬业精神。